香港做生意真係唔簡單，好多大集團招牌成日見到，店鋪又多，印象好信得過，但好快轉頭又話要執笠，資產轉走晒。講真，追數都冇意思。香港做生意好自由，公司債台高築，之後清盤，執完再開另一間公司，係技術上合法。但對債權人嚟講，當然好唔公平。資產剝離，鳳凰公司多層控股，其實喺現實中好常見，而且唔觸犯法例。點解？因為香港公司制度有兩個核心原則：第一，有限責任，公司欠債唔等於老闆個人欠債，除非簽咗個人擔保或母公司擔保，否則董事或母公司都唔使負責還錢。第二，集團入邊母公司、子公司、分公司，每個都係法律上獨立個體，債務各不相干。換句話講，只要佢哋識玩結構、轉資產、有文件、有交易、有表面理由，就算你覺得好唔公道，都可能係合法。作為債權人，避免事後追數追到頭痛，不如一開始就防範，譬如要求個人擔保，查清楚集團結構，加埋抵押條款，咁樣先夠穩陣，唔使日後淪落到被玩殘嘅地步。如果有咩唔清楚，立即 DM 我。